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日，打火站。蒙塔格，你爬支杆好似雀仔飛上樹頂咁。第3日，蒙塔格，我見你今次由後門入嚟，隻獵犬嚇親你啊？冇。第4日，蒙塔格，有件好笑嘢，今朝早聽返嚟，有個西雅圖打火員，特登將機器獵犬個設定改成自己嘅化學成分，然後放開隻獵犬。你會點叫呢種自殺方式？5、6、7日，然後克萊利斯唔見咗，佢唔知嗰日下午發生咩事，但係佢睇唔到佢存在喺呢個世界某處。草坪空寥寥，樹上空寥寥，街上面空寥寥，而一開始佢甚至冇察覺到自己想見佢，或者甚至喺度揾緊佢個蹤影。事實上當佢行到地鐵站時，個心有股唔安，隱隱噏噏噏。出咗咩問題？佢個生活步調被打亂咗。雖則話只係一個單純習慣，係啊，短短幾日之內培養起嘅，但係佢差啲就要掉頭再行多次，等佢有時間可以出現。佢好肯定如果佢再行一次相同嘅路，一切就會冇事。不過時間已經夜咗，佢該搭嘅車都到站咗，打斷咗佢個計劃。啤牌唔停翻動，手部動作，對眼眨極都唔完。由打火站天花板傳嚟單調報時聲。11月4號星期四上晝1點35分、1點36分、1點37分，啤牌喺油膩台面發出輕彈聲，所有聲音向住蒙塔格襲嚟，都喺佢閂埋對眼之後，越過佢暫時樹立嘅屏障。佢可以感覺到打火站裏面充滿閃爍光芒同靜默，四圍係黃銅色、銀仔顏色、金色同銀色色澤。坐喺張台對面，蒙塔格睇唔到嘅男人對住自己手上面啲牌嘆氣。1點45分，語音時鐘哀悼緊。喺呢個特別凍烈嘅一年，凍冰冰朝早中嘅凍冰冰時刻，做咩啊？蒙塔格睜開對眼，某處傳嚟嘅廣播聲嗡嗡響，隨時可能宣布開戰，全國已做好準備，捍衛。一大群噴射機劃過漆黑清晨天空，發出單調聲響，成個打火站跟住震。蒙塔格眨下眼，而不提啤住佢個樣，好似喺博物館欣賞緊雕像。不提隨時會企起身圍住佢行，探索佢嘅罪惡感同自覺。罪惡感？咩樣罪惡感？蒙塔格，輪到你啦。蒙塔格注視住班男人，婚親嘅塊面經歷1000次真實同10000次想象中大火洗禮。大火嘅傑作令佢哋兩邊面頰泛紅，對眼狂熱。呢班男人沉穩啤實白金點火器導火，點着黑色煙斗，煙斗導火從來唔熄。佢哋個樣如出一轍，黑炭咁嘅頭髮，煤灰色眉毛，仲有沾染藍色煙灰嘅塊面。佢哋仔細刮過啲鬚，但係啲鬚痕依然可以辨認到。蒙塔格喐咗一下，擘大咗個口。佢未見過邊個打火員唔係黑頭髮，冇黑色眉毛，如火燒咁嘅塊面，同明明刮乾淨但好似冇刮嘅下巴。呢班人都有如佢喺塊鏡度見到嘅自己。莫非所有打火員都係因為呢副相貌同氣質被選中？佢哋身上帶住煤渣煙灰咁嘅顏色，抽緊煙斗，令佢哋身上成日散發出煙草味。嗰邊不提隊長喺雷暴雲咁嘅煙草煙霧中企起身，打開一包新鮮煙草，油奏玻璃紙嘅聲好似火喺度燒緊。蒙塔格望住手上面啲牌，我一直諗緊上個星期場火，我哋搞掂嘅圖書館，嗰個男人後來點啊？佢成日尖叫，佢哋就送咗佢入精神病院啦。佢冇癲，不提靜靜執翻好佢啲牌。倘若有人以為自己可以呃到政府同我哋，嗰個人就係癲嘅。我試過想象過到底係咩感覺，我係話，打火員將我哋間屋同書都燒咗，係咩感覺？蒙塔格話，我哋冇書，但如果係有嘅話，你有啊？不提慢慢咁眨眼，冇。
蒙塔格視線越過不提，啤住幅牆上面將印刷整齊嘅100萬本禁書清單，呢啲書名喺火裏面跳躍，多年嚟喺佢把利斧同噴管下面燒緊，只係噴管噴出嚟唔係水，而係火水。冇，但係喺佢心裏面吹嚟一陣涼風，吹開佢屋企個冷氣格閘，同輕柔冷冽咁拂過佢塊面。佢再次見到自己企喺綠色公園裏面，同一位阿伯講緊嘢，公園裏面啲風都充滿寒意。蒙塔格遲疑咗一陣，一直都係咁樣，打火站同我哋份工，我係話呢個好耐以前，好耐以前。不提話呢句係咩話嚟㗎？傻仔，蒙塔格心諗，你會講漏口嘅。上一場火燒咗本童話故事集，佢瞄咗其中一行。我係話，過去喺房屋仲未完全防火以前，突然間，似乎有把後生啲嘅聲幫佢講嘢。佢擘大個口，發出嘅卻係克萊利斯麥可勒蘭把聲。打火員應該要阻止火勢，唔係潑灑燃料放火。真搞笑，史通曼同布萊克拎出佢哋本規章手冊，裏面都記載咗美國打火員簡史。雖然蒙塔格一早熟讀，佢哋都將本手冊攤喺佢能夠清楚讀到嘅位置。創立於179年，旨在銷毀殖民地中受英國影響嘅書籍。第一位打火員，班傑明·富蘭克林。規則第一條，警報響起，快速回應。第二條，迅速升起火勢。第三條，燒盡一切。第四條，立即回報打火站。第五條，保持警覺，提防其他警報。個個都啤住蒙塔格，佢冇喐。警報響起，天花板個警鈴敲咗有200下，突然4張凳都空咗，啤牌好似雪花紛飛咁跌落嚟。黃銅杆微微震緊，啲人都唔見咗。蒙塔格坐喺佢個位度，樓下條橙色火龍咳咗幾聲，恢復生氣。蒙塔格如夢初醒咁滑落黃銅杆，機器獵犬喺狗屋裏面躍動起身，對眼發出綠色火光。蒙塔格，你漏咗個頭盔。佢由身後幅牆度攞返個頭盔，向前奔跑，跳躍，跟住佢哋就出發啦。佢哋迎住夜晚嘅風，警鈴大聲咆哮緊，巨大金屬怪獸發出好似雷咁嘅巨響。嗰係喺舊城區裏面一座外觀斑駁嘅3層樓建築，至少都有成100年歷史。不過就同其他屋一樣，喺好多年前加咗層薄薄嘅防火塑膠護套，而呢層防護套似乎係佢仲蕩喺個天下面嘅唯一支撐。我哋到啦，引擎猛然熄火。不提，史通曼同布萊克跑上行人路，佢哋着住厚重防火衣，突然睇落嘅可憎又臃腫。蒙塔格跟住佢哋尾，佢哋由前門衝咗入去，揩住一個女人，但係佢冇逃跑，佢冇想走嘅意思，佢只係企定定，身體搖下搖下，啤實空寥寥幅牆，好似佢哋向佢個頭重重敲咗一嘢。佢條脷喺個口裏面蠕嚟蠕去，對眼睇落好似努力緊想記起啲嘢，然後佢記起咗，條脷都跟住喐，慷慨就義啦，瑞德利大人。今日我哋當以上帝恩典喺英國點着佢支蠟燭，相信將永遠唔會熄滅。夠皮，不提話，啲嘢喺邊？佢刮咗佢一巴，而佢個態度冷靜到唔可以思議。佢又問多次。呢個時候，阿婆對眼望住不提，你哋知喺邊，否則就唔會嚟啦。史通曼拎出一張通報卡，後面抄寫住電話報案嘅投訴內容：合理懷疑閣樓，城區榆樹街11號。E.B. 嗰應該係我隔離鄰舍布雷克太太。阿婆睇住個名縮寫話：好啦，兄弟們，我哋上。跟住佢哋衝上一片散發霉味嘅黑暗裏面。揮舞銀色短柄細斧劈開道門，不過道門冇鎖到，佢哋踉踉蹌蹌咁跑入間屋度，似足一班男仔喺度打鬧嗌緊。喂！蒙塔格躡手躡腳爬上陡直道樓梯，一大疊書好似湧泉咁嘩啦啦跌喺蒙塔格身上，
真麻煩，過去總係咁，好似整熄蠟燭咁，警察會先到場，用膠紙封實受害者個嘴，再綁起佢拖入架閃閃令金龜車度，咁樣一嚟，你抵達現場時只會見到空寥寥間屋，你唔會傷害任何人，只會傷到啲嘢。而既然啲嘢唔會真係受傷，啲嘢冇感覺，唔會尖叫或者喊，唔似呢個女人開始尖叫或者放聲嗌，事後你個良心唔會受到任何譴責，你只係喺度清理，基本上就係清潔員嘅工作，令一切喺返佢該有嘅位置上。快啲淋上火水，邊個有火柴？但係今晚有人出咗差錯，等呢個女人破壞咗規矩。打火員製造出嘈雜噪音，佢哋笑緊，胡亂開緊玩笑，只係為咗掩蓋樓下個女人控訴似嘅恐怖靜默。佢等空寥寥間屋充滿咗轟然指控，跌咗大量罪惡灰塵，喺佢哋四圍查探時索咗入佢哋個鼻哥窿裏面。咁樣一點都唔光明磊落，一點都唔正當。蒙塔格覺得自己導火升到上頂點，佢根本唔應該喺度，講咩都唔應該。書本唔停轟炸緊佢膊頭、手臂，同佢向上仰嘅塊面。一本書着亮咗，幾乎似識聽人話咁，似隻白鴿跌落佢手裏面，震緊對翼。喺昏暗、搖曳嘅光線下面，本書翻到某一頁，好似一片雪白羽毛，上面啲字印刷得咁精細。現場個氣氛匆忙混亂，佢僅有片刻能夠讀到一行，但係嗰行文字下一秒就似燒紅咗嘅鐵深深烙印喺佢個腦裏面。午後陽光中，時間都瞓着咗。佢放低本書，即刻又有另一本跌落佢手裏面。蒙塔格上嚟，蒙塔格隻手似個口含住咁揩實本書，唔知由邊度嚟嘅成腔熱忱，又似咩都冇諗多嘅瘋狂。佢將本書實實抱喺心口。樓上嘅人一鏟一鏟咁將雜誌掟入布滿灰塵嘅空氣中，雜誌好似俾人大屠殺嘅雀仔紛紛跌落嚟，而嗰個女人企喺下面，就似個女仔企喺雀絲裏面。蒙塔格咩都冇做，係佢隻手自己完成嘅。佢對手好似有自己個腦，良心同好奇心流竄喺每一根震緊嘅手指公，對手變成咗賊。而家佢對手將本書塞返落手臂下面，挨實濕晒汗嘅格勒底，再匆匆抽出時，手上已經空咗，好似魔術師華麗嘅演出。睇呢度，咩都冇，睇下，佢震緊，啤實對發白嘅手，佢伸手伸到好遠，似自己有遠視毛病咁，又對手拉近，一副自己盲咗咁。蒙塔格，佢猛擰轉身，白痴，咪淨係企喺度，書本堆喺地下，好似堆堆魚等緊乾涸而死。打火員喺上面跳舞，滑倒卜喺書堆度，燙金嘅書名斬住閃閃發光嘅眼，跌下去，唔見咗。火水，佢哋由綁住膊頭標示451嘅油罐裏面抽出凍冰冰液體，灑滿每一本書，同每個角落。佢哋急忙落樓，蒙塔格腳步踉蹌咁跟喺後尾，身上滿係火水味。走啦，太太，嗰個女人跪喺書堆裏面，摸緊浸濕咗嘅皮革同紙皮。佢用手指辨讀燙金書名，對眼啤住蒙塔格，控訴緊：你哋永遠都帶唔走我啲書。佢話：你明知法律係咁，不提話，你啲常識去咗邊？嗰啲書裏面嘅內容根本自相矛盾。你被關喺度咁多年，只係陪住一座平凡無奇、該死嘅巴別塔。清醒啲，嗰啲書裏面嘅人從來冇存在過呢個世界上。快啲走啦！佢擰擰頭，成間屋都會燒着㗎。不提話，打火員論盡咁行到門口，佢哋回頭望住蒙塔格，佢正企喺女人身邊。你唔會留低佢喺度嗎？佢抗議道，佢唔肯走，咁就逼佢走啊！不提舉起手，手裏面收埋個點火器。我哋要返打火站啦！再講，呢啲癲佬老是想自殺，呢招我見得多啦。
蒙塔格搭隻手喺女人手踭度，你可以同我一齊走。佢話，但係都多謝你，我數到10，不提話，1、2，求下你。蒙塔格話，你走啦。女人話3、4，嚟啦。蒙塔格拉起女人，女人細聲答，我想留喺度。5、6，你可以唔使數落去。佢話，佢微微放開一隻手指，手心裏面有條幼長嘢，係廚房常用嘅火柴。打火員見狀跑得更加快，離間屋遠遠地。不提隊長仲維持住風範，慢慢由前門退出去，見識過1000場大火再加夜晚嘅騷動，令佢粉紅色塊面燒紅，發亮緊。天啊！蒙塔格心諗，一點都冇錯，警鈴總係喺夜晚響起，從來唔係日頭，因為夜晚嘅火勢更加靚，或者越發壯觀，越加精彩。不提粉紅色塊面向住門裏面，而家顯露出一絲絲驚惶。女人揸住火柴隻手抽搐咗一下，濃濃火水味逐漸向住佢籠罩。蒙塔格感覺到本收埋咗嘅書喺佢心口好似個心臟咁搏動緊。走啦，女人話。蒙塔格發現自己向門外退得越嚟越遠，跟喺不提後面，落樓梯，跨過草坪，留低一條火水鋪成嘅道路，好似邪惡蝸牛留低嘅痕跡。佢行到前門廊上，唔喐咁企定，用對眼打量每一個人。佢嘅沉默係一種譴責。不提輕彈手指，點着火水。佢遲咗一步，蒙塔格倒抽一啖氣。門廊上嘅女人塊面痞翳，喺欄杆度揩着廚房火柴。成條街嘅人都跑出屋外啤實，返去打火站途中。佢哋冇出過聲，亦冇人彼此交換眼神。蒙塔格同不提及布萊克坐喺前座，佢哋甚至冇食煙斗。佢哋坐喺架車度，啤實巨大火蜥蜴嘅前方，轉過街角，然後繼續沉默前進。瑞德利大人，蒙塔格終於開聲，咩話？不提話，佢話，瑞德利大人，我哋入門嗰陣，佢講咗啲奇怪嘢，慷慨就義啦。瑞德利大人，咩咁？今日我哋當以上帝恩典喺英國點着佢支蠟燭，相信將永遠唔會熄滅。不提話，史通曼回頭啤實隊長，蒙塔格都係成面驚訝。不提游過下巴。1555年10月16日，有個叫拉提馬嘅人同一個叫尼可拉斯瑞德利嘅人講咗咁樣嘅話，佢哋喺英國牛津因異教信仰被生勾勾燒死。蒙塔格同史通曼擰頭繼續啤實條街，路上嘅景色喺引擎轉緊碌時唔停變換。我個腦裏面都係呢啲片段。不提話，大部分打火隊長都要咁。有時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。小心啲，史通曼。史通曼踩落個 brake。該死，你開過咗龍，我哋喺嗰個街角就該轉彎返打火站㗎啦。不提話道。